谁呢？因为我是陈薇芝，因为我是小凤凤啊，那我就是菲比啦，所以呢就是陈小菲，很简单啊。为什么会有陈小菲成立呢？这个就要问我们的队长陈薇芝。为什么是队长？队长通常是坐中间的吗？对，没有啦，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3个人就。突然间有一天，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就突发奇想，上厕所，我就很随性的时候，我就突发奇想，我想，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发专辑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发专辑，然后我就想，如果是发专辑自己一个人唱，就好像很寂寞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不如我就找2个姐妹来跟我一起，然后就约了她们谈很久，从我还是很瘦的少女的时候，然后就谈到我变成一个怀孕的妇女，差不多好像2年的时间。对。所以我们筹备了2年。那其实陈小菲是一个概念专辑，那主要就是集合了我们对于音乐上面的想法，这也算是一个我们多年在音乐路上的结晶品。而且最重要就是我们发现，在马来西亚的福建乐坛当中，其实蛮少有类似这样子的创作歌曲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呢，就收录了很多都是我们心血结晶，都是我们3个人包办了词曲制作啊、编曲啊，就是等等。人家说什么包咖料，对，我们就是包装包咖料，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外貌而已。对啊，我们是有才华的。T 恤有吗？T 恤。而且这一次在拍摄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那种一致概念的感觉出现。那整个歌曲的方向呢，也是以正能量为主，然后希望呢，通过我们的专辑能够散发更多爱的正能量，也希望呢，大家在看我们、听我们的时候呢，可以感觉很开心，而且更能够享受生活跟好朋友啊、跟姐妹啊、跟家人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所以呢，讲了那么多呢，最重要呢，就是大家会支持我们陈小菲。对，大家讲支持呢？支持呢就非常的简单了。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？就是你只要去到 Facebook 当中找陈小菲，那或者你可以打我们的英文名字，首先就是 CHENXIAOFEI， 陈小菲。其实就找到我们了，而且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很 Q 很可爱呢，就是非常的贴近大家。所以这一张专辑真的有很多你值得支持的理由，包括你看小鹏鹏已经很久没有推出个人专辑了，而且大家也知道他在福建乐坛当中的这个地位是举足轻重的。然后陈薇芝也是很久都没推出专辑了，而且这一次呢，他是带着 BB 一起来录音，然后一起来参与整个拍摄，而且在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听到他非常高亢的这个嗓音。而且最重要呢，是因为我们大家听菲比每天在电台主持，还有华语卡拉，可是好像很久都没有听他唱歌了，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是，然后他自己也专辑的，他也收藏了很多他自己的创作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，嘿，我的孩子出来面试，你的孩子也要出来面试了。对，因为呢，大家以为我会唱歌，其实我是会唱歌的，所以他们一直都觉得我的歌声太动人了，不出来，好可惜啊！你们真有默契的，所以大家一定呢要去到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面子书当中就是可以留意我们更多关于专辑的点点滴滴，以及我们接下来呢会怎么跟大家做近距离的接触。当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指定电台 Melody FM 以及指定电视台花艺台。